58週年，同心同行，創新世代，紅盤齊齊開，好事自然來。一年一度嘅 TVB 職藝員新春盆菜宴隆重舉行，雖然氣溫偏低，但盆菜宴現場就人聲鼎沸，非常熱鬧。張雨晨帶領中星三歌手獻唱助興，成功帶動全場氣氛啊！舊年盤菜嘅時候，我哋仲比緊賽啊嘛，跟住我其實嗰時候有問，我就話：咦，我哋會唔會即係雖然係參賽者啦，咁會唔會有機會嚟食埋一份嘅咧？佢話未㗎，跟住我話唔知明年有冇得食咧。咁結果，哎呀，今年食到啦！見到同事們咁嗨，連車婉婉都忍唔住上台唱埋一份噃。